所以讲呢，这个文文啊，上来伫意义以外，那么伫这个所在呢，回应伊会感觉讲伊敢若甲伊讲不输先不输后嘛，毋过回应伊敢有体会着，伊敢有体会着，伊言下大方代表伊有体会着，做甲伊讲即句话当下，伊有去见识，伊有去见识。所以讲呢，伊就伫遐甲问啊，上来比意义以外，敢搁有较别个？因为咱讲的即个比意义以，也就是讲不能说，后人安尼讲啊。毋是不能说，是因为你不知道，敢是安尼？是因为你毋知，你无法度讲嘛。但是嘛，有人甲解说讲这袂使讲，请问若会使讲，你敢知？敢知？毋知。因为你就是受了祖师大德甲你正道的人，你较知。咱今仔有求着道，若讲着无有正法敢做，咱敢知安尼讲啥？敢知？咱就随知啊嘛。但是若无求着道的人，伊敢知咧讲啥？毋知啊嘛。佫毋知啊嘛。所以讲咧，就是讲，咱听着即句话咧，咱已经有开悟、有体会啊。所以讲咧，咱会非常的理解。咱会听着讲师咧讲的时阵，咱会感觉讲这个会心的微笑，是咧讲迄个，咧讲实的，咱心里就有负案的一个底。那么呢，无求着道的呢，非常的繁杂。为什么无有正法会干做？是咧讲啥物意思？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伊就无法度来体会出来。所以讲，咱有求道甲无求道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会当去家己体会，伊的殊胜较可贵。那么伫这个所在呢，这个慧明的言下大悟，伊有去体会，这个比义因为大祖嘛是甲伊讲，不输先不输后面的，伊到特别，啥物物件到特别甲交代啥？无嘛，但是慧明伊会体会着，嘛代表讲伊嘛有种意义啦。所以讲呢，伊搁咧问讲，敢有搁较别个啦？敢有搁较别个？慧明咧甲伊讲有你说者，即非必然，会当讲的就是必然。会当讲的是必然。力有反教，必在你边。必在你边就是讲，不输先不输后。那么呢，不输先不输后，也就是讲慧明呢，伊大心，那么呢起一念的心，就是要抢着这个衣钵。伊起的心念是好来歹？好来歹？歹。但是伊伫遐咧摕迄个物件，摕袂简单。即只轻的物件，我是四品将军的，我无法度甲摕袂简单。其实慧明伊就知影，因为伊是原来是一个和尚，原来是一个修行的人，伊就知影伊起一个恶念，无到迄个物件摕袂简单。所以讲伊就起一个恶念，要决定即种的疑惑。所以伫迄个当下，伊毋则去回心转意体会伊的唔对，所以伊当过会当讲甲贤者讲，我是为法而来，我毋是为伊而来。咱来甲想，伊去转即个念的时阵，嘛是安那，嘛是心内起一个善的念。内心是起着要抢的念、恶的念，即摆来为着法，要来请教了解即个六祖，变成是善的心嘛，善的念嘛。那么善的恶的念嘛是，伊起一个念了后，就是伫伊的行为、流露，伊赶紧要来抢落来。那么这个心念是善的，当然伊请教贤者来行的。所以伫这不输善不输恶，也就是甲伊讲，甲慧明讲，伫你起恶念甲起善念，会起恶念甲善念，迄个啥呢？迄个缘当中
就对来啦。我正比例安尼咱敢听？就是讲我会想着好，去想着歹，我太会想着好，还是太会想着歹？是我这个身躯，你看得见这个身躯咧想，还是对一个咧想咧讲？我的身躯若无灵性，我的身躯敢有作用？无嘛吼。所以讲咧，我会起迄个好念甲歹念，就是内底迄个咱知无？正讲咱敢听？体会得啊嘛吼。是迄个主宰者。所以讲伊甲伊讲啊，伊甲伊讲吼，逆在你边。你若反照来讲，叫伊去想。你起一个善念甲恶念，会起善念甲恶念的迄个，就是在你边你心上。所以讲的慧明虽在远位啦，吼，这是迄个慧明在讲啊，因为伊体会着所以讲的慧明，伊讲偏偏拢伫迄个远位祖师的座下做伊的徒弟啦，但是伊伫迄个时阵是未信自己的，伊阵仔也体会袂着，体会袂着。但是正六祖安尼甲伊讲了后，金梦只是如人的饮水永远自己，伊体会袂着。即杯水烧来啉的，我咧啉的是我知影你敢知？唔知嘛？敢是安尼？大声我咧啉敢知？我啉的唔知。所以讲伫即个当中咧，就是我会知觉，我有即个知觉，知影体会袂着，所以家我知影你。那么咧，就是讲亲像了着烟花微笑，拄我好干那徛石阵只，伊笑袂出来，因为伊体会袂着，所以咧唔知答问号，就是永远如人饮水永远自己嘛。正好是比人咧听有无？所以讲咧，隐行者即慧明师爷来讲今仔日行者就是讲即个六祖咧，伊倒是慧明的老师，因为是即个慧明甲伊讲了后，伊当言下拜，较体会着咯。拜伊五祖的门下是阿袂毋过咧，慧明甲伊讲，你若如是，我以你当初恩为啦，拢是共款拜五祖为师。咱未来咧，一定按先祖护咧，好好甲伊扶持，佮甲伊弘扬。已经得着你要安怎注重即个正即个啥咧正法，要安怎甲伊传承，要安怎甲伊传承。这个是迄个六祖咧，佮甲慧明讲嘛那么咧，也就是而且讲咧，不事先不修恶，借故马德是因上者本来的面目。就是我咧讲的伊是咧甲慧明，伊是咧甲慧明讲，不在永远外上的善恶，就是讲，无伫起善甲恶，的迄个当下，伊迄种的清净心境伫对一样，心境伫对一样。那么也是讲伊的啥呢？你若不主走善跟恶，就是他都在讲的是伊本来的面目嘛。那所以讲呢，你无起着一个善甲恶，那么迄个心伫对，就是伫咱清净，就是安那菩提自性本主清净的迄个当下内底，迄个就是咱真正的迄个面目噶。迄个是真正的面目。所以讲呢，伊就是咧甲伊启开嘛，咧甲伊开启嘛，所以讲呢，伫即步就是包括咧解释，叫伊莫起一个善甲恶的当下迄种的情景，也就是讲你真也莫有烦恼，嘛莫有欢喜，你用平静的心，伫迄个当下就是咱真正的佛心。咱真正的佛心内底就是无善无恶，无对甲毋对，无水甲歹，无开始甲结束。
哦，咱无有卡图嘛，哦，伊就是讲以迄种非常清净无界的当下，迄个就是咱真正本来的面目，哦，本来的面目。所以讲咧，咱立足就是要甲伊点，哦，就是要甲伊点，哦，那么迄叫做心应大法，迄个唯有就是你会当去体会得到。毋是用讲的，哦，毋是用写。所以讲呢，即个答组呢，伊嘛无法度讲家用讲，因为你若体会袂到就是无啦。体会袂到就是代表你无得到，你就是无啦。哦，啊，你若体会会到的，就是你得到啦。哦，就是体会到你得到。啊，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嘛就是讲，哦，嘛就是讲即个，哦，即个啥呢？啊，即个答组呢，啊，会当直接来开启了伊即个，哦，即个啥呢？会议，哦，伊会议，哦，开启即个会议，哦，啊，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咱会当去家己体会。伊或许讲到即个所在，咱真了解或许你讲的意思无？组长咱个，严组长咱个听，哦，有人吼，哦，对啦，因为即种吼，你签署嘛无好签署啦，哦，那唯一就是讲，看伫互法咧讲的表达内底，咱有法度体会到尔，哦，啊那安尼咧，因为有可能互法个个字理讲较袂圆满，哦，啊所以讲咧，咱的体会甚至体会。当然只是条或者讲的人关系啊。哦，啊，你来当字理恰当，当然咧，人听的人清楚的就无就是咧讲啥物意思。哦，安尼咧有可能咧对大家哦较有帮忙啦。哦，哦，所以讲起来咧，哦，不殊善不殊恶，迄个清净心就是不是迄个当下。那么呢，会互你起一个善甲恶，是虾米人会起善甲恶？就是你真正的自信，迄个叫做业。啊，这啥呢？就是即个喜怒哀乐之慧花，慧之中的迄个能就是能量。哦，就是像讲咱演主人咧推车，咧推价钱啊。如果讲咧推价钱啊，有一只价钱啊，甲你演主长爬去。安尼就会走吗？敢爱啥？发动啊！发动，啊！你敢发动？内底有啥物话互伊会出事有怎？伊的因缘嘛，缘嘛。哦，所以讲咧，咱就讲伊的因缘嘛。啊，像咱的结，有义功德，有结啊，有义功德，哦，有即个外壳，哦，有即个外壳，但是若无通电，无迄个因缘。即个义工点嘛无作用嘛。哦，啊，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也就是讲，喜怒哀乐，哦，喜怒哀乐是离法。哦，咱人啊，来讲无信无地，哦，无信无地，迄个叫做好信地。哦，迄个叫做好信地。那么咧，迄个好信地内底的灵，哦，伊迄个灵源，那么嘛就是咧讲咱本来伊的面目。伊就是有迄种的能源，啊，咱人的能源里底，会有仙夫运作四肢百脉，伊嘛有一个能源，就是灵性嘛。但是灵性来主宰着咱的四肢百脉，咱大家有欢喜有喜怒哀乐，哦，啊若无的话呢，嘛无可能，哦，所以讲呢，伊不殊善不殊恶，也是讲这些一处清净无量，伊当下就是变性。所以讲呢，咱真是讲不断。哦，伫咧修持的当中的因，就讲众生就是杂念，迄个杂念重生嘛。哦，啊，咱要安怎达到不殊善不殊恶，也就是为了这心一处，无起心动念那一种清净的心，那么呢，以当下就是见性，那么呢，见性就是成佛，你若一直不断的，哦，所以讲呢，甲咱讲，咱咧修行内底，当着好甲歹。咱若卖起一念，那么呢，慢慢就是一定成就。啊，咱即马呢，
心是有比较早较袂起心动念，有较无咧，较袂发生嘅就是异中啊，就是异中，因为你当静心一处，就是讲静心一处，我有法度咧，通调摄我的心伫较清净的所在，伫清净的所在，袂起对态，迄个当下就是见性，但是有当时咱静是因为持守的这个时间上短，就是讲我真会当保持安尼，毋过时间上短，若佫有较严重的，甲我触犯定的话，有可能就将要爆发出来，所以讲咱静就是要安怎，静心一处的当下，互伊二六时中，二六时中就是讲持续不断，你拢会当如如不动，以当下内底，其实你就达到，你就达到标准涅槃。有一个涅槃，叫做有一个涅槃，因为涅槃有两种，一种是有一个涅槃，一种就是无一个涅槃。无一个涅槃就是讲咱大家化为以后，这个身躯佮脱出去了后，因为你修甲灵性还未脱出去，已经达到有一个涅槃，但是佫有这个身躯。咱若如果伫当下内底眼睛灵脱出去了后，叫做无一个涅槃。那就是见性成佛，所以讲咧，善恶之理法为之体，善恶之理法为之体，就是讲你无起了着对待的心，无起了着善甲恶，下心即个体就是咧讲咱的自性，就是咧讲咱的自性啦，所以讲咧，伫这后壁才有讲灵性善恶、善恶妙有的迄个真实空性。进后壁即句，咱佫会当体会无？咱若起依念，就是素心用事嘛。你若要起善恶的心，为之体，咱的本体它是清净嘛，无善甲恶嘛，无善甲恶嘛。那么呢，伫这灵性善恶妙有，迄个真实的空性。那么呢，也就是咱的本体，也就是咱本来的面目。咱本来的面目呢，就是因为会起了着善甲恶，所以才蒙蔽咱本来的面目，必须是众生。所以讲咧，佛的基点，咱会当开佛的基点就是，咱会当开佛的基点就是佛嘛，咱若开众生的基点就是众生嘛，所以讲咧。咱若有法度达到了着善恶二法，较简单讲就是对待啦，对待啊，毋是讲只善甲恶就是讲咱个对待的心，安尼的话咧，这就是咱本来的面目。所以讲伫这篇来甲伊讲起来，那么也就是慧明，咧甲这个慧明咧甲慧明，传述。以迄这个升华延长的迄个当下，所以讲传这个当下咧，所以后壁遮呢，伊已经有讲着嘛，今天者即是未定的因素，但是就是因为慧明讲即句不殊宣不殊见故哪时哪个是因上之本来面目，叫慧明言下大路体会着，契机啦。安尼就专心安尼敢有依破的问题？没有依破的问题所以讲迄依破就是因为种主性讲无爱伊一定做有安尼若无呢，就是亲像我做传统会议共款安尼你若法度契机，其实就是得到一定是对的所以讲呢，伫这篇伊的意思。那么呢，就是要互咱了解着咱家己有一个自性分。那么伊的自性分是清净而无碍，咱要安怎保持如如不动？伫世间内底要咱保持如如不动，因为咱有六根触六根所以讲就是因为咱有六根触六根的当下，无法度安怎来驾驶，互咱的心保持清净，所以呢，咱一定就是。
哦，要调回了咱的心，唯有就是安尼。哦，所以讲咧，咱不断就是爱伊家己会当研究、听课，哦，来改变家己，就是咧达到最后会当调入我的心，永远处理清净的心。那安尼咧，咱会当静心一处，清净无了，其实当下就是见性。啊，就是你已经达到见性，那么咧未来成就佛菩萨。哦，所以讲咧，而且。即句大概意思，或是安尼讲，咱有体会无？敢有？那么呢，再来就讲利己利义，啥物是利己利义？那依着咱研究着的，毋是利己利义啊，敢是敢是安尼？哦，规定讲，我若甲你讲，就毋是利己利义啊。啊，咱今日。得到了后，对利己利义，不构成伊的实际啊。因为咱甲看一句，凡夫在迷，专显成立，性价正恶，专必成现。哦，那么呢，这个利己甲利义，是因为咱已经失去了咱本来清净的面目，因为咱来到这个世间嘛吼，伫这五蕴六欲的当中内底，咱已经去沾染了，去互外在一切蒙蔽了用咱清净菩提的自性。即使甲你讲，你嘛毋信啊。哦，这个较多好讲啊。哦，咱若即个道人的心，讲啊来求得道，求得就好，后家当当屁股。会当顺软如绵，有个人讲讲啊，较有可能，啊来得到就是安尼，因为你甲讲伊嘛毋信啊，敢是安尼？哦，啊所以讲咧，安尼就成为利己利义啦。哦，啊所以讲即句的意思就是讲，咱若无明白圣者的有得到的大的高级，对因来讲咧，就已经无所谓的利益。哦。啊，拄互我讲过，咱若无得着道，讲无有正法，咱毋捌，咱捌，敢有利己利义？毋知嘛，咱已经知影。哦，啊，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咱若甲无求道的人讲无有正法，敢做？你甲伊讲，他不知道，就有即个利己利义啊。哦，所以咧，有当时咱体会会叫的当下，是一种欢喜。真正咧，即种自性看袂到物件咧，你有法度体会会到伫当下，你会会心回想。也就是亲像你咧听道理共款，你咧听道理，你若听有你会会心回想，敢是？啊，若听无的话，天头两天多啦，来讲啥我听无的，哦，啊，坐着你坐有共款，啊，你若听有的是会心回笑。哦，咱讲我含你变做就毋甘去，迄就是你用会心微笑，你体会，你有契机嘛？哦，啊，所以讲咧，伫这当中就无利益，哦，啊，所以讲咧，咱现在咧讲咧，伫迄个咧论语的中也篇来讲的，哦，孔夫子嘛讲咧，中人以上可以以上啊，哦，中人以下不可以上啊。哦，因为咧讲，你中年以上、中阶层以上的人，你家己讲较深的道理去听，咁样呢？所以头拄互我讲，无有正法对大家来讲，敢是问题啊？甲恁讲，恁拢听有啊，体会会到啊。啊，所以讲咧，你若甲别人讲的时阵，中年以下不可以上，因为是你咧讲的，他有可能安尼当得到道啦。他有遮简单的啦，啊，讲咱得着道就咱超心了事，这种无可能的啦。你讲夜死交伊坐吼，你去坐到然后破去，伊安怎讲？伊是中年以下嘛，你甲以上，我要先坐，你敢会想要甲讲？你嘛袂想要甲讲，伊安怎讲？伊咧听有啊。哦，所以讲咧，有去讲吼，就是讲吼，上师问道。情己嘛，
中师分道，欲存欲亡嘛。下师分道，下下大小嘛。你像讲这中下，你甲讲上的，无遐好，无可能代志。有可能咱当然得到道嘛，有可能安尼想的，只是咱有来咧参拜，慢慢听经文法了后，咱愈听愈有影的，来求道咧是道真理真真。咱慢慢才会当有了解即种的认识体会，咱才有即种的信念咧。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咧，咱会当去了解那么所以讲，你上后边才来讲，必依者以后天之文义表达先天之意。那么有了解这个义义，那么是依照后天的文句，要来表达那个文能载道，文非道，这个义也就是讲，要来表达先天的意思。表达先天的意思，因为你先天来甲伊讲的无形无相，唯有就是你心能够去体悟，你有那种意境，你能够去体悟，那么呢，安尼你当有法度解得到，你当有法度解得到，那无呢，你没办法，所以讲呢，以这两来讲起来呢，嘛是讲用到后天的文字啦，去表达先天的意。互咱会当去了解。那么呢，对咱一个求道，而且已经有体验着啊。今日你咱得着道，敢是大家拢有体验的？敢有？大家拢得着道啦。敢大家拢体验的？见得。那体验有着，大家才会随时不断的。为得着道就不快乐啦。你讲伊得着道嘛，是等于有得着道。所以伊嘛无法度真正了解，是不是安尼？像咧投资事业，你嘛是讲你真正看会到，你才会去投资。若无吼嘛是半途而废。得着道了，感觉讲这无意的，这骗人。所以讲呢，咱今日当得着道，当然呢，有真济的帮助。主要嘛就是讲，要互咱会当慢慢会当去体会了解，来见道，家己见道。其实咱已经得到，但是咱感觉有疑问，无要紧，嘛正常，嘛无毋对啦。因为咱是先得无修嘛，所以讲呢，咱爱有时间一定爱多多研究，会当多多体会，自然咱袂必然实现。毋通想讲大声听无就甲当做咧无效无好，安尼咱会错失着机会。如人饮水永远自低啦，言语道断嘛，免咱家己用讲的，免咱用讲的，袂当讲。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呢，伫这个所在，虽然讲甲祖有甲为民讲，不思先不思恶，进步马的正是这个平常的本来的面目，伊甲伊讲安尼呢。伊敢有甲伊讲，伊敢有甲伊特别交代安怎？敢有交代讲，你的自性是安怎？没有。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都袂当用言语讲，伊用言语讲伊会离谱。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讲言语道断，永远自知，永远家己知影，那么呢，就是较多咧比喻的点花微笑。魔道一以观之，空无主甲真主讲魔道一以观之，伊讲有诶，伊体会这是敢若伊心内有法度了导出契机性的空性的契机尔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因为伊道言语道断，袂当讲唯有心的道，所以讲呢，为言伊而且有法度去体会，伊当会去讲着即句。感受会得，如人饮水永远自知，那么呢，伫这个所在，也会使讲是对一个道理，看不到。我天命对不对，咱敢看会得？我心咧想啥，毋知嘛，
我内情的当中内底，我体会较深的道义的存在，你嘛唔知。所以讲咧，即种是内情。你内情的功夫，内情的功夫，你证有对无对咧？你体会有对无对？无就讲你是已经体证100分来80分，其实有当时啊破咱的耳朵会知，就是安尼。所以讲咧，伫即种来讲咧，内情的功夫，那么咧嘛是开悟的即个境界，嘛是你开悟的境界。所以讲咧，即种拢总是心印大法，伫即个心上用功夫，这毋是外围来的，我们看不到，所以讲咧，而且。互咱会当讲大家体会啦那么朋友又分慧明金河向心处去，慧明月方万即止，如风即衣，明时礼时，明花枝领下，为叹众月，向多吹为呢？应付当值，当得而顺之，探将含义为明何解道明，撇书上书，为明何自造体，犹bị恶人，顺着乃无数会撇咱那人为约。环境一时我在，时有那人随意说法，那人常令修复，每件即个性命尽奉之，每字饭凡事以菜架主即个肉花迄本即对月但客百味菜即个也就是讲即个慧明咧。得到即个咱六祖的即个心印大法了后咧，那么咧，而且家己请教，即摆咧慧明伊来去处是要伫对啦所以就来讲，方万即止，那么如梦即衣，而安尼你就当通用来到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慧明来思考了解即个六祖，那么咧，佫到领下，佫去当着。那大家咧走找了着即个六祖抢即个衣钵当去的站就对啦，所以讲咧，伊就甲因讲对迄个所在去我已经走过啊，所以讲咧，无去看着即个六祖的即个影像就对啦，所以讲咧，咱佫对别家来找就对啦，当然大家拢相信，就伫即个所在咧，互即个即个慧明咧，会当暂时来，无受着即个人家伊即个约的危险就对啦，但是慧明咧，去到做体的时阵，又被恶人去人找着，伫迄个当下内底咧，来伊释怀，伊拄啊好咧，来进入了着即个大人位内底，为虾米进入这大人？伊上一个修行的人，无可能。无可能走去大人位嘛，因为大人就是讲咧，就是咧，咧掠一寡精神所以讲咧，人咧想，伊无可能会走去大人位，所以讲咧，伊就千方百法咧坚定咧，那么走伫这个大人位去，那么咧，即个伫大人位内底咧，总共有超过15担，爱当经常随意。应意而说就对啦，为了着这大人咧来说法，那么咧伫这所在大人嘛，常常讲叫伊爱顾这个修办顾这办若有啥物去下着这个动物的时阵咧，拢交代慧明咧处理。但是慧明若看讲，伊都还未死，佫有生命，有可能伊就会甲放生。若死就死啊，若无死，伊就尽量咧，互因有机会啦袂讲就大人交代的会有话无话，拢总甲伊
家修改所以讲呢，但伊到每食饭的时阵呢，总是拢靠一寡野菜，调来回做伙煮，因为较早唔比像紧像紧讲因为钱较有嘛，尾嘛较有当底嘛你若像讲伫厝里内底袂食菜，袂要食菜，咱个互尾仔来另外，较早无嘛，尾仔做伙煮就袂歹。所以讲呢，伊伫迄个所在呢，调人做伙食即个肉边菜，其实嘛是前规可以啦，但是伊嘛知影讲一定爱素食，毋通杀生害命嘛，咱会保持着迄个因素嘛，所以讲呢，撇咱内面其中呢，那么呢变性后，那么呢就是讲，伊即个五祖有甲伊讲啥物咧风会集中嘛，啥物时阵较好风法嘛，所以讲呢，伊伫迄个时阵也无伊风法的所在，伊遐讲大家拢规杀，你若无讲经过一段时间，互逐个人呢一定拢袂记即件代志啊，其实伊出来风法是有细样所以讲呢，嘛是讲伊的因缘还袂到，所以讲呢，伫迄个所在唯有就是讲，因缘未至不空幻嘛，那么这就是因缘的关系啦，甲即个依如量轮回共款，所以讲这个道呢，有了着伊的普度，那么就讲等甲伊的因缘成熟，才有法度做，因缘无成熟，我无做。像咱之前大约来讲嘅，因缘敢有够，因缘敢无啥够啊？只是前辈者是讲无做嘛袂使，无去遐做着讲较歹听嘛，细命一样。咱关于着咧关较重视，所以讲伊遐的修还袂够，只是咱的前辈者成善固主，歹做嘛爱做，较小心一下。当然咧，应该未来咧。伊个时运啊到呢，主要就会当，互咱会当大大的福建。所以民主来讲，虽有地位不如成事，虽有资机不如开始。那么成事，就是讲你虽然有这个地位，你虽然有这个地位，但是你若无去探到了迄个气势的话呢，其实有地位嘛一定。有作用啦那么虽有资机，虽有资机就是讲虽然伊有真好的气肤，就是讲咱咧做事做事虽然有足好的气肤，毋过种也袂使种啥物，种也袂使种切你甲种切敢会结果？袂嘛，所以讲呢，也是讲不如开始，嘛在迄个时阵到呢，才有法度就对啦，那么咱种大道，伊个时运够有够，普度时运有够，伊个应运有够，所以讲像咱种呢，就会当大创会当大拼毋免去住遐不如成事，不如太机这个时阵拄应时应运拄好，所以讲呢，咱爱把握了这个机会，毋免去像五祖比大人对内底去掠单。这会当好好发挥，所以讲呢，这大人队中呢，而且呢，科工分会，伊也嘛是咧历练伊也咧历练，所以讲有当时咱的道亲，有的道亲是真正伊足有心，但是因为伊的环境，因为国内环境无共嘛，但是伊的道念足有，所以讲有当时因无出来，无代表因就无道念。所以讲呢，有当时无出来，咱毋讲排兵以外，要安怎卖，袂使安尼甲讲起。有当时本一个人的环境无共款嘛，甲破伊道念去。伊虽然无出来，毋过咧像咱五祖、咱六祖共款，因为咱讲伊迄个袂当传承，袂当方法的当中，伊比即个大人对呢，毋过伊是咧维修，伊面对即个大人。伊要咱去甲应对，要咱去甲讲法，那么伫伊当着足济的困难当中，伊要安怎去改变转念？伫即15单内底呢，
会使讲，伊虽然是无出来方法，毋过呢，伊伫内功内底已经达到了即个高端，达到了即个高端。所以讲呢，咱伫当着磨难啦那么呢放马颠派流离啦，就是讲咱有困穷受挫折，伫生活有艰难的时阵，安尼呢，借着这物件，借以用道。因为安怎讲呢？过去所有的诸佛菩萨，那么伊的成就，伊敢有考验？敢有？有啊！你像孔夫子较早伫大陆，敢有法度披孔扬情，但是即马无共安尼。即马即个习近平，伊就肯定孔夫子来咧。伊肯定孔夫子来咧。所以讲，即大陆一直咧推即个咧推即个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就是即个素书啊。那么过去为虾米披孔扬情？因为迄个时运嘛未到。安那孔夫子甲即2000几担啊？你甲讲，若无讲即届即个习近平伊有咧推即个中国传统文化咧，伊过去阁是披孔扬情的时阵咧，哇！你甲讲下2000几担。所以讲呢，伊无咱放马啦，颠派流离。但讲咱今日去修行学道，嘛借着即个逆境来调疗咱的心啊。就是讲你当这无好诶，你会当真正不起善跟恶，保持迄个清净，迄个佛心保持会调无。那么呢，嘛借着考验，若无，讲来讲要改变语气毛病，咱讲伫台顶咧讲就简单，伫台拍当着迄是足困难的迄是讲袂使拍的，好就是少拍伊安尼讲呢，咱还袂变到咱每当着好甲歹的，希望讲借着即个逆境，来安顿家己的心，达到最后呢，会当达到圆满。安尼所以讲毋咱讲少以用道啦，借着好好的困境呢来养道，就是我咱的内在能够成就的佛菩萨的那种心念。所以讲呢，甲咱讲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啦。见怪不怪，就讲你当着遮尔诸因缘，无论好甲歹，逆境甲顺境，见怪不怪，你莫甲想济啦。会当来应对转念，疑心呢奇怪自败，就是讲你感觉意外，嘛无啥，逆境嘛变顺境，那么伫顺境内底，你嘛袂讲到啦，所以讲呢，这就是讲伫磨难内底，伊嘛是咧成就咱的迄个因缘，那么随意说法，每见生命尽忘记，也就是品质甲咱讲即个知识。极端嘅，要培养咱无常之德嘛，那么呢，这个单气肉比菜，单气肉比菜，咱讲食肉比菜就是为了做遮来的，当然，当时伊食肉比菜是无法度的，是真正迄个环境太无法度让互伊真正无食肉比菜会使，唯有呢先食肉比菜，但是究竟。伊无做来贡献，伊嘛是一个自卑的心念，伫迄个时阵，伊无法度回应的有食肉，你像讲咱真还袂素食的，有可能会食肉比菜，毋过呢，有一天咱一定爱安怎并拄食肉比菜，爱全素就对啦，安尼咱才有法度真正的恢复了着因极端，这是或许呢，针对了着这段。是或许伫遮呢，教咱做些学习。那么有言不大意啦互咱体会会好的，希望咱大家能多多的体谅，因为或许才知节浅，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那么呢，当达到幸满如意以上。大号名词。感谢助理慈悲前导提供。
蹲到地弓，地单向115前3公以前到地弓，再提弓，3提弓，再助理慈悲提弓，蹲到地弓，再提弓，3提弓，再助理慈悲提弓，直架向175前3公以前到提弓，再提弓。3鞠躬，直架前人鞠躬，直架给横式鞠躬，蹲大鞠躬，再鞠躬，3鞠躬，直架前人鞠躬，直架给横式鞠躬。可能全身都有可能。